冇國就冇家啦，所以我堅決支持今次嘅附屬法例嘅修訂。喺佢好多嘅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啦，例如英國、美國、澳洲、新加坡，都係用行政機關去斷定危害國家安全是否存在。所以今次香港嘅做法呢，並冇不妥嘅。我有一個問題想提問嘅。當局曾經喺事務委員會嘅聯席會議中說明咗同一危害國家安全案件中就同一行為嘅交替控罪亦屬危害國家安全罪行，係唔會令到交替罪行更容易入罪嘅。我想請當局進一步澄清，交替控罪嘅最高刑期係咪不受影響？第二，交替控罪嘅舉證係咪同樣不受影響？唔該，主席。交替控罪嘅刑期當然不受影響啦。如果你睇翻3條條文，邊一條講到任何嘅刑期呢？第二，交替控罪嘅舉證當然亦都不受影響啦。原有嘅控罪有一條原有控罪，交替控罪嘅意思就係頭先我講 alternative charge， 但係當佢檢控嘅時間係基於檢控基礎係基於同一套嘅事實，提出嘅證據亦都係同一套嘅證據，只不過我哋俾法庭或者法官去考慮最終嘅判決時間有個選擇。你唔接受我哋嘅原有控罪咩？你有個選擇，呢個選擇可能喺控罪書裏面有，或者係成文法裏邊都提供一個選擇，就係咁簡單。舉證標準當然都係毫無合理疑點啦。就住兩個控罪，法庭要滿足嘅話，都係要用同一個舉證標準，覺得考慮晒所有證據接納嘅情況之下，係達到呢個舉證標準，先至可以定，無論係原來嘅控罪又好，交替控罪都好。